历史的迄一刻，要来回看1996年的11月30日，高雄发生摇撼着全台湾的彭婉如失踪案。代志发生的迄一天，是民进党全代会起稿的前一暝，努力推动妇女参政1/4保障条款的妇女部的主任彭婉如，伫个深夜结束着聚餐，离开饭店，坐起伫客停车了后，就失踪了。3天后，警方确认伊已经被杀害。这件命案延动29年，到今也找无凶手。但是，带予台湾社会影响非常的深远。毋但妇女的人身安全更加受到重视，嘛促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顺利来通过。彭婉如用血甲目屎换来的台湾女权的进步，咱做伙来看。对不起，真的，那叫做一时的疏忽，一辈子的遗憾。我不能原谅自己。如果我想把他留住，跟我们一起住在这边饭店的话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。奠定了很多女性参政的一个权益，其实是个妇运分水岭。民国85年12月3号震惊全台的这一起案件，彭婉如命案在今天出现了最新的关键证据，算一算，一共有5大特征都吻合。刑事局利用 DNA 找到了新的事证。台湾治安史上被列为3大悬案的彭婉如命案，2015年出现重大的破案的关键证据。高雄地检署阁借提一名姓杨的计程车司机，指纹12项特征，有8项符合，也无有完证据不足，离破案始终拢差一步。我们掌握的证据呢，都还要再做小心的求证，证据跟证据之间也不能有产生矛盾。恭喜民进党头一任妇女部主任彭婉如，依然是真侪人心内上深刻的悲痛甲遗憾。还是对不起，就是真的，那叫做一时的疏忽，一辈子的遗憾。对，我不能原谅自己。时间回到1996年11月30日，过两天，民进党全代会就要伫高雄圆山饭店举行，一路为妇女参政1/4保障条款运动的彭婉如。表决前的最后一暝，依然伫大家做伙食饭的尖米饭店拍拼游说。大家在那边天南地北的讲各种的话，然后呢，只有一个人只一种话题，就是彭婉如，她只有一个1/4保障，好像就看到谁都那个。半暝11点外，彭婉如识别朋友准备要返去圆山饭店，无人会想到讲，这是伊所留的最后的一个生命。他那天晚上本来是预计是要跟我们一起挤的，就是因为太晚的话，他就要在这边。第2天督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开会，有那种压阵的那种感觉。他后来想一想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是回去好了，因为他觉得他不要跟人家挤一张床。”婉如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自己下去。”好。你赶快去拉票，隔天全代会我们就早上一早起来就去啦，大家都到了会场，就开始以主案表决啊，哎，那个婉如怎么没有来？没有看到他。这重要的一天，彭婉如绝对无理由缺席，要不伊是去倒位？当时各大代表当片我亲目去看到伊坐上计程车，才变成关键线索。高雄县市警方为了尽快找到失踪已经2天的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，从中午起就派出大批警力，在辖区内的山上、墓园或汽车旅馆进行大规模的搜索行动。无论是荷枪实弹的警察，或是征召来的民力，警方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警方地毯式敲找，案发的第3天，总算伫离尖米饭店7公里的所在，一个工厂边的草坡找到彭婉如。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失踪案，案情在今天下午急转直下，警方在鸟松乡一处工厂旁的空地发现一具女尸，而初步判定这具尸体就是彭婉如本人。我等等看到了。
是祈祷。下午专案小组勉强公布了11月30号深夜坚美饭店附近一家女童院所摄录到了2部进车的监视影带照片，一张是11点20分所拍得的福特天王星，左后方有藏天线和改装钢圈。今天公布这个照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只是说在坚美附近那个时段有经过的这个司机请他们多提供的线索。命案现场有去找到无写明可疑血手印、无完整的指纹等等的证据。警方锁定计程车司机犯案大海梦站，清查了中南部20多万台计程车，因为游玩无什么进展。500辆以内大概查了200-300部了，但是这个是车子的比较容易清查，人的部分比较难。侦办彭婉如命案的南部5县市专案小组，连日来不眠不休地针对辖区内各项可疑人车展开清查。在专案小组正式排除富鼎金公墓是命案的第一现场后，现正针对凶手的可能行经路线做大区域的地毯式搜索，希望能找到第一现场，以厘清线路焦灼的案情。而警方也并不排除凶手在车上犯案的可能。当然是尽快破案，尽快破案，希望能够安慰他。负责彭婉如命案专案小组总召集的高雄市刑警大队，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彭婉如命案悬赏专刊。除了表示有1200万的检警破案奖金外，警方同时希望目击者能够提出线索。这放大，很难认定说出凶手本人的。监视起跑点拢无直接的证据。彭婉如命案段继续变成悬案，到目前为止，依然无找到杀人的凶手。彭婉如的先生洪万生面对破案的期待，一摆过一摆失望，遗憾的心情已经看不了。假定说已经花了1年的时间，始终是没有比较突破性的进展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的思考方向，我们的办案的技术是需要再到国外去学习？我们还会持续的侦办。那专案的小组还是持续的存在。国内著名悬案从彭婉如到尹清峰，案情早就陷入焦灼。专案小组成员一换再换，未来将会由李昌钰筹划，找来国内外鉴识专家，成立冷案中心，一切从头再办。对于冷案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有建立机制。那主要呢是以 DNA 跟指纹的档案来做一个比对。那一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掌握的证物的 DNA 的鉴定结果跟指纹的鉴定结果，我们都会储存在指纹档案里面。那每一个依法被采样的 DNA 的建档人，他就会去跟资料库去做比对。走在长长走廊上，这里是刑事局生物科的实验室。通常他们会在证物上面找出可疑的斑迹，接着再用萃取试剂将 DNA 的简体纯化出来，接着就能用在 DNA 的比对上面。已经鉴定完毕的物证呢，大概是像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保存下来。那这个冰箱呢，它的温度大概是-20到-30左右。司法这个程序的进行当中，或者是甚至已经判决确定之后一段时间内，如果对这个案件还有疑虑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鉴定的一个依据。不过，案发的年代监视器较少，影像倍数较低，基因技术的建立也未成熟，有事情无完整的可能性。随着每一笔新的基因也是指纹的档案进入资料库，拢会甲旧案做比对，无放弃任何希望。在彭婉如被杀害迄年的38妇女节的前夕，伊正拍拼推动党内妇女参政4分之1的保障条款。在广播节目讲伊理念留下珍贵的录音档。咱民进党的中东部县主席副展会有争取到女性党员参政的空间，是不是？请婉如姐小讲者。伊个民进党的党章党纲时阵，我那是维持差不多10%这个程度。当然对民主查某人真支持的。民进党来讲，10%实在是伤少。今年的党员代表大会，这个代志一定要提出来，好好来检讨、甲讨论，有一个交代。被封为女权斗士的彭婉如，在生时为两性平权画出蓝图，未完成的志愿依然继续有人接手，像女性夜行安全受到重视，特别是成立妇女保护中心，设24小时的婉如专线。在社会公论的压力下，立法院嘛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。其实，在民国83年，我们提到立法院去之后，这个法案被
停摆了2年。可是，一直到民国85年底的时候，彭婉如命案发生的时候，那这个是震惊全国。也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之下，所以，在85年的12月23号，首地法院就开始重启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，而且短短的1个礼拜之内，到12月底的时候，最后一天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修正通过。如果我有女儿的话，我会告诉她，她应该谢谢前面的这些前辈们，哈，在荆棘的道路上面帮他们开疆辟土，好，有一片坦途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可能在婉如姐25年过后呢，她看到，她会觉得她应该是微笑的。2016年，彭婉如命案的追诉期要过啊，立委无法度接受追诉期成为重大刑案嫌犯的保命符，所以讲推动修刑法第80条，后续嘛成功取消上久30档的追诉权期限，只要凶手在生时被抓到，拢会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第8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。那20年的时间，我们觉得说还没有找到杀人凶手。那其实跟这个案子等量齐观的，还有政治事件上的，像林义雄，母女的命案，或者是像刘邦友，所以我认为说刑法的追诉期时效应该在长，所以我们就发起之后推动这个刑法的80条的修法。可惜虽然这个刑法的追诉期也延长了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没找到，25年都过去了，那所以总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。继续追捕凶手，期待破案会当穿越时空。彭婉如是台湾治安史上震动上疼的一个名人，用家己的性命为台湾的性平打基础，更加留好后世一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，嘛因命国内妇女参政权向前迈进，温柔庇护每一位女性，而对社会所带来正面影响，由愿继续。